梅姨，你買呢隻基金呢，你揀咗揾我哋同事做見證人，一陣呢，我哋就會開始錄音，同你講解下產品嘅性質同埋風險，你同唔同意啊？要錄音㗎？總之爽手啲，3兩句搞掂。你問咩呢？我都話答明白。唔係咁，你要清楚了解產品嘅性質同埋風險，同埋相關嘅費用，仲有佣金，咁先好投資啊！唔明呢，最緊要問清楚啊！至於錄音呢，就可以記錄翻整個嘅銷售過程，確保啲前線同事講解得妥當啲。有需要嘅時候呢，又可以聽翻，咁樣先可以確保障客人啊嘛。